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感谢神，虽然今天是台风天，但是主一样带领我们平安来到圣殿来敬拜神。这个时候，请弟兄姐妹们起立，我们找5个人一起来跟对方说：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上帝要大大的祝福你，上帝要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子民是有福气的。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我们依靠主就有盼望。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心切慕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们再一起来宣告：我在绳索中，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绳索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的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年迦南60周年，在今年的60周年的所有的庆典、事工活动都已经告一个段落。在接下来，我们11月15号，就是这个礼拜六，我们教会将要举办今年度的核心同工退休会。我们的牧区、我们的部门、我们的组织新的同工已经在过去的1个月当中，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完全来摆上在神的面前。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有新的意向，给我们迦南教会有新的方向。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每个同工的心中，新的意向、
新的方向。我们一起来唱。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圣灵引领，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迦南60周年，我们的恩典，主你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数算不尽。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年迦南60周年，虽然已经告一个段落，但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主，我们仰望你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眼界、新的意向、新的方向，为主继续来向前迈进。让主你的福音能够复兴在桃园市这个地区，也让桃园市的每一个居民都能够听见主你的声音，愿意悔改来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台山区的见证分享台山区有猛虎的一心小组，也有温柔的端容小组跟芥菜种修灵小组，这3个小组。迦南教会经过了60周年之后，神正在带领陈牧师跟我们一起进入新的季节，新的恩膏，新的恩典。在这个恢复的恩典跟扩张的恩典当中，我们新成立的各个牧养部门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小组事工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小组是教会满足每一个人的人心的桥梁，它也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地方。小组也是教会事工发展的动力，所以我们要进入新的境界，向左向右来扩展的时候，小组的牧养就非常的重要。今天晚上我们请台山区3位小组长来分享他们带小组的经验。首先我们请一心小组长，接下来我们请端容小组长，最后再请秀林小组长。牧师、各位长执、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台山区猛虎小组的小组长玉欣，大家都认识我吧？是，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起来学习在小组里面我们如何带其实我也是在学习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想我是有一个受召的心。这里呢，我的题目是与神同行。我的猛虎小组是跟我一起与神同行。第一个我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接受呼召，我愿意成为神的器皿。我是在2022年呢，因为我们的前组长蒙主恩召，所以呢，我再度的临危受命，成为猛虎小组的小组长。因为呢，我刚接的时候呢，疫情刚解封，所以我们聚会的人数呢只有3到5人。可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只有3到5人的小组也欢喜聚会，彼此分享。我们刚开始聚会的地点是在哪里呢？是在3033号的亲子室那时候呢，我们台语礼拜结束以后，我们的组员们呢，都还要拄着拐杖的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坐着轮椅，要到33号。其实时间也都很延宕了，对不对？但是呢，而且呢，我们要怎样自己搬桌子，自己排椅子，所以呢，非常的辛苦呢。那个椅子就是这种椅子，这些我们都是女生比较多那聚会以后，我们要护卫，所以呢，虽然辛苦，可是大家都欢喜聚会。感谢主我们的接着呢，我们就移动到49号202祷告室，超级方便。做完礼拜以后直接进去，我通常都是在9点半的时候就把冷气打开了，把椅子排好了然后呢，接着呢，后来我们人数又成长了，我们就上升到501教室。感谢主大家欢喜聚会。好，我们的组员总共有26人，年龄层63到92岁。年长者占多数4%，80到92岁。我们的弟兄总共有5位，其余呢都是姐妹，而且呢另一半都还没有信主。
所以呢，因为我们的组员都是年长者，加上没有开车的弟兄，所以我们的聚会只能采取静态的方式，我们没有其他多元的方式。那我们聚会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是以周报牧师分享的题目为主轴，然后我们请组员分享我们的感想或感动的部分。那我在之前我会先做功课，我有一本笔记，不好意思，上次护村长老说写得满满的，我改天再给大家看，真的写得满满的，红色、蓝色什么都色都有啊。然后呢，我会提前一天，我会找圣经的一些章节跟牧师的题目可以做一些连结的部分，来加深大家的印象，坚定大家的信仰理念。好，然后讨论结束以后，我们要彼此带导，最后再用主导文做结束。好，第二个我要讲说，猛虎小组是时刻装备，我们不是只有主日来做礼拜而已，我们呢每天在读经祷告中与主相遇。怎么说呢？小组长，我每天除了po教会的圣经共读以外呢，我还会分享其他的讲道信息，跟组员们彼此勉励。甚至呢，我私底下呢会用一些上帝的话语，激励现在正在面对人生艰难的兄姐，为他们加油打气。所以呢，猛虎小组在周间里面，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主的灵里彼此坚固，我们每天都有上帝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的信仰。第三，我要讲到的说，小组长这一份工作其实是刚开始是劳心又劳力，到努力的最后的结果是双向奔赴。我们的关怀不打烊，有时候我讲真的像便利商店的存在，不好意思，真的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我要想说，怎么会从劳心劳力到双向奔赴哈？因为呢，周间呢，如果有组员没有来参加主日敬拜，小组长会打电话，好，宝儿姐没有看到你，想你哦。怎么没来？他就说：“组长，我的年纪大了，没当骨听啦，没法度出门啦。”好，那我就会在聚会结束以后，我就会带一条根到他家里去分享，然后带个热热的地瓜给他吃，他很开心。隔2个礼拜，他又说：“小组长，一条根要去倒买？”我说：“去药房买就好了。”讲买无啦。好，那我就骑着机车，又把我家的一条根再弄过去。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深受这个膝盖疼痛的一枝姐，已经加上晕眩2年多没有来了聚会了。好，我知道她的膝盖痛到用各种方法，每天几乎都1个礼拜有3、4天在针灸，在做什么。那我想说，也许泡脚会很好，所以呢，我就把我家的泡澡机扣到圣保路他家附近。好，没想到他后来说，没有办法泡到膝盖啦，所以我2天以后，我又又把它扣回来啊！这是我的劳心又劳力。还有一个弟兄呢，他打电话给我说：“好，小组长，我现在呢正要身体非常不适，正叫救护车，准备到圣保路医院就医。好，那可不可以请你来协助？”好，我就放下手中的这个家务事，然后到地下室一看，哇，我的机车被老公骑走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我用跑的。我跑到圣保路医院，结果你知道吗？救护车还没来，感谢主哈！好，结果救护车还没来，我在那边陪这位弟兄，我找另外姐妹陪同我们陪他做一些各方面的检查，加上后来办理住院，再这样请看护，因为子女都没有在身边，所以我们是从早上9点多一直站到忙到下午5点多。其实我回到家里真的瘫了。瘫了。好，那比如说，好，其实我们春梅姐在蒙主恩召之前，她从发病一直到这个什么，到蒙主恩召才半年的时间，这中间我一直掌握关怀。我曾经有她副作用，化疗副作用的便秘，我就买火龙果跟香蕉去给她吃。后来又副作用是腹泻造成脱肛，我又带药膏去给她擦。我曾经因为去按门铃，她的门铃没有人响应，我1天跑3趟。到第3趟也没有人的时候，我非常的着急，赖没有，电铃叫没有人听，我就打电话给松山。后来大概邻居有钥匙，松山打电话给邻居，才知道那个春梅姐太不舒服，在楼上忘记带手机。好，那因为这样子的劳心劳力，而且我也会怎样，周间呢会怎样？因为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要快一点。
买热乎乎的食物给长者，然后再来呢，连结，比如说我端午节，我就会送热热的粽子去给独居的长者。好，因为组长这样的双向奔赴，所以呢，因为组长这样的付出，所以我们的组员就双向奔赴。好，比如怎么双向奔赴呢？我们秀丽姐呢就会邀约出资姐去喝咖啡。好，去巴德运动中心泡脚。好，那我们的那个美叶姐有一个弟兄呢，因为长期压力造成肠胃的不适，他就会跟他分享保健食品。然后我们的有一个姐妹小金的先生，因为脑受伤，长期必须做复健，所以呢，我们一个姐妹就跟他分享她照顾多年丈夫的经验。甚至跟他分享如何申请长照，如何申请政府补助，这是小组长的劳心劳力到双向奔赴，感谢主，而且也有组员会送贴布给我，感谢主哈。好，接着我要讲到的是这个祷告大军向前行哈。我们有一群这个祷告大军哈，每次呢都是同心合意为自体的需要代祷，只要组员有病痛或手术要代祷，组员一 po 文出去，祷告大军就开始接力哦。几位长老是不是咚咚咚咚咚咚接力代祷，接力代祷，甚至一直同心合一的代祷，结果我们的祷告就蒙主垂听，这些需要的兄姐都得到医治，见证主恩。所以罗马书15章第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因为我们有这一群祷告大军，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不会担忧。好，再来。我要讲说，蒙福小组是家人，也是家人。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大家在主的爱里呢，彼此连结，互相关怀。虽然呢，我们年长，但是年岁是恩典的冠冕。我们老当益壮，人人皆同工。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前面的生命有荆棘，我们知道前面的生命依然有荆棘丛林，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是会继续被主熬炼，可是呢，我们总是像家人般彼此关怀，互相帮补。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是10点10分的笑容，然后每个人真的是眉开眼笑。秀玲有看过啊？对，然后呢，因为呢，我们总是感谢主，我们每次呢在代祷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总是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呢，我们活出耶稣基督谦卑爱人的样式。好，以弗所书第4章2到3节说：凡事谦虚温柔，用爱心互相宽容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有时候我跟主人讲说，我们有时候见证是用许多眼泪堆叠出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坚信主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所以呢，我们是坚定谦卑仰望主的带领。其实我还有一个姐妹素莲姐，她也常常私底下为肢体的代祷，然后她也常常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当我在艰难的时刻，她打电话来，她会陪我一起掉眼泪，为我在电话中代祷。感谢主哈，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是如此的合一啊。好，最后呢，我要为服侍蒙福小组做个结语。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走得精彩。感谢主拣选我成为他的器皿，是以我一群同心倚靠的兄姐，带领我们用坚定的信来走这一条人生路。感谢主，让我们活出平安，活出喜乐，也倚靠主的大能，胜过环境，越过艰难，用靠主刚强、靠主得胜的生命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将一切荣耀归给至高的天父上帝。蒙福小组一生同行，同蒙恩也同蒙福。感谢主，赞美主。玉欣讲得太好了，给我很大压力。啊，那个我是温柔小组的端荣哈，那个
跟各位先介绍一下哈，就是我的小组成员哈，其实从那个去年底在做分组的时候，我们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原来的那个第三小组。那原来的第三小组其实它是更早期的那个第三跟第四组合并起来的，所以我的组员们哈，其实都是那个认识很久了哈，我们没有那种说比较新的朋友啦哈。但是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住在那个后站哈，还有远一点是到巴德大南这边哦，所以说大家彼此都非常的熟识哦，所以我都真的很感谢，是说哈，我这一组的组员哈都是非常那个资深的基督徒啊，都很成熟哦，所以说我就比较不用操心啦，反而是他们比较照顾我哈，这样那因为我们台语堂聚会的那个组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的聚会时间我们就选在那个台语堂结束10点半之后哈，我们就接下来做小组的聚会哈啊，但是可是有一些组员他们是参加华语堂的哈，那他们就会比较没办法说每一周来跟我们一起相聚，那我就会采取说哈，可能1个月哈有1次的那个家庭礼拜的家庭聚会的方式哈，这样那个时间点就会比较自由一点，有弹性，所以说这样子就也有机会说哈，其他华语堂的那个组员他们也可以过来一起聚会这样子哈，那个效果都蛮不错的，尤其是我们这一组有那个淑端姐，她的厨艺是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说每次如果在他们家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人去，大家可以饱餐一顿，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聚会时间的。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聚会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因为都是当周主日一结束之后，我们就聚会。那我们就用牧师这个讲道内容里面的一些分享，还有一些问题哈，这样子来彼此做一些那个大家这个心得的分享这样子啊。那我其实每一次我都很享受在那个当中哈。为什么？因为我这一组里面哈，我有那个惠美师母哦，还有那个之前郑牧师夫妇哈也在我们这里啊，还有富春长老啊、主辉长老啊哈，这么很多资深的，所以说每一次其实有时候我会看，当周这个经文我不是很了解它的那个意思，但是每次就听这些资深的这个长子们这样子分享之后，我都觉得受益良多哈。所以其实每一次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就是那个享受在那个里面呐哈。那但是因为就是说哈，我真的很感谢，就是说哈。我的组员们真的很包容我一些不足的地方哈啊，尤其是我前一阵子比较花多一点的心思在另外一个事工上面的时候，其实我有差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跟他们做聚会。那时候还好，我的就是说那个富春长老啦哈、主会长老还有淑端他们都可以这样子协助我说哈，帮我带小组这样子哦，让我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啦，因为不然有时候分身乏术的时候，确实无形中哈那个我们也是会烦恼到晚上会睡不着这样子哈。那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组员们。那再来就是我要分享一下说哈，在小组里面最后我们会有代祷的事项哈，这样。那在那个当中，大家就可以很敞开心胸的，就是说把自己可能最近大家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啦哈，或者是担忧孩子的信仰问题啦，或者是工作婚姻的等等的，那我们就是提出来一起大家代祷。那很高兴的就是说哈，代祷他真的上帝会垂听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看到。那个我们有个资深的长老的2个很棒的儿子哈，可能未来都会有喜讯传出来哈，对，就是你们现在如果看到那个，对那一对夫妇们哈，就来教会都眉开眼笑了，所以大家要相信。代祷是很有力量的哈，对，那但是我个人在看我这个小组的一个发展上哈，我自己是比较有一个隐忧啦哈，因为我的小组成员们哈都算是也年纪比较长一点的银发族了哈，那又都非常的固定都彼此都很熟识，所以相对的我们就比较少有新朋友，所以
这个对我来讲，有时候我就在想是说，哎，我要用什么方式可以来拓展哈，就是我的小组哈的人数哈。那这个就是我的隐忧，所以这个也要成为那个带导事项里面的。哎，所以这个当然带小组，其实说真的就是有辛苦也有喜乐哈，就是说，其实在这当中。我也是很胆怯啦，我有时候想是说，哦，我真的是都没有带好他们，反而是好像他们在带我一样哈，这样子。所以，但是我觉得说，踏出去这一步，那这个当中神会慢慢的带领我们哈。那久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你也会发现是说哈，你自己也是有很大的成长啊。所以这一部分的话，真的是跟大家一起勉励哦。尤其我看到玉兴小组长哈，哇，这么尽心尽力哈，我真的觉得我还要再继续努力。好，以上谢谢。会不会只剩下1分钟？牧师各位长子大家好，我是芥菜种小组的小组长秀玲哈。挂菜粥哈，我有的长老他就会说我是挂菜粥的小组长哈。那我觉得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哈？它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7章6节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主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能听从你们。那我就是勉励我们自己跟小组员，能够即使有很微小的信心，也能够不要就是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主，然后也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可以成就不可能的事哈。这个是我们自己勉励，就是我当初去这个那个小组名的用意哈。当初为什么会接这个小组？我记得就去年底接到一通电话，那集会区长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他邀请我说要接那个牧养，就是因为我们组织改组嘛，要接牧养小组。我第一个时间反应说，丢了，你是不是看不丢哈？我是林秀玲呢，你是不是吹不丢啦？因为我在上班很忙，接一个电话说，突然要找我说要当小组长。你是不是吹不丢人哈？然后，但是因为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就是说鼓励的话。我说好，我等去想看买哈啊。然后那天回家，我马上就跟我的弟兄洪教练讨论哈。但是感谢主，就是说我的先生很支持，所以就是后来我们自己思考之后，我们就同意加入就是台语牧区，然后就开始从做中学，学中做这样。那刚听的就是玉兴跟端荣2位小组长，那其实因为我是新手啊，那今年又是60周年，因为我先生有在带那个兴趣班，所以我们其实投入蛮多的时间在兴趣组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目前小组的做法就是说，因为是在职，像我自己因为还在工作嘛哈。然后有一些兴趣班的，然后我就会邀请他们加入我的群组里头。那我每天就是在我的群组里头，我们会播圣经共读，然后让就是小组员他可以透过这样圣经共读的方式，跟我们教会目前读经的进度可以连接。然后秀玲也会去找一些就是基督教论坛报有很好的分享，就是鼓励会员。鼓励我们自己小组员的，或者说我知道小组员就是有身心不平衡的，或什么就是有肢体软弱的部分，那我就会在群组里头就是带导这样。那透过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网络上，就是群组里头这样子连接，就跟组员互相关心然后其实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原本我自己是个性很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在就是参与这个小组跟我洪教练就是参与兴趣班这样同工的过程里头，我发现收获最大的是我自己。因为透过这样的同工跟小组里头这样的分享，那我渐渐发现，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可以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难处。因为我们在小组里头，像集会区长秀珠姐，然后雅静姐，还有宝和姐，就是会很乐意分享，就是这些属灵前辈他们在这个追逐信仰的过程之中所碰到的一些生命上的那种见证跟分享，那让秀玲受益很多。那其实我也要做一个就是说，包括就是我在这样的服事过程中，我发现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就更好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在兴趣
兴趣桌球班里头有共同的目标，所以上帝透过我这样愿意付出，他让我跟我弟兄的关系更紧密，然后包括我跟我自己母亲的冲突也减少。那感谢主，上帝真的是一个听祷告的上帝。我的妈妈就是前2个礼拜，她就加入松大的那个日语班。秀玲是祷告了2年，我真的觉得很感谢主，因为原本她对教会是很排斥的，那她现在愿意，因为看到我们这样子，然后慢慢，她愿意就是来踏进教会，先透过松大日语班这样的学习，那就是他那天回去也跟我分享，他觉得很开心，因为老师好亲切，然后松大的同学也都很好。伊就讲，一礼拜一届，那可能一礼拜那时间也赛，可以增加到2次或3次。哦，我觉得哈利路亚，真的要把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讲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的主真的是就是我们讲的亲近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靠近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觉得这个信仰真是带给我自己跟我们家族有很大的祝福哈。然后我要分享最后一个，就是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他又设个比喻，就是耶稣设个比喻对门徒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并且成了树。那天上的飞鸟会飞来，卸在它的，就是树在它的枝头上。那秀玲也以这个当作自己勉励哈。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芥菜种的信心，在拓展天国的同时，也谨记说，靠我们自己其实不行，我们只是一个神手上的器皿，然后是一个祝福的管道，然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蒙上主的喜悦跟使用哈。那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谢谢。谢谢3位小组长的爱与付出哈。我觉得在牧养这个现在是牧养部，在以前的这个小组里面呢，这个区里面我已经在做这个好几十年。我跟着文成长老哈，从第1组来到以前的12组，已经大概有做了20年，在区长或小组长的方面。我觉得这个小组他要成长。就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报道，就是像加州马鞍峰教会它本身来讲的话哈，好，他讲的是说，在加州马鞍峰教会呢，他有一个小组，有个牧师，他也出去开拓一个小组，就是恩典山教会。这个牧师叫考克斯他对这个小组一开始他会觉得说，我都来教这一些组员，都听他讲。但是呢，他的朋友呢，就是这个小组教会的牧师呢，威尔伯，他说，你这样是最糟糕的小组长，因为小组是要重视关系，是要重视互相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人一直在教导。你已经扼杀了他们互相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小组之间关系非常重要。所以我来讲一些好的小组的领袖他的特点。第一，好的小组的领袖是引导者，不是讲员。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他要引导，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讲要让其他的人发言，抛出一些问题。第二呢，好的小组领袖呢，他应该要关顾远离神的人。小组聚会一定是一群人，对不对？一定是一群人，但是呢，为组员来离开，咱袂使讲随伊去吧，祝福伊去吧。这个常常在咱教会会发生这种的代志，祝福他去吧。所以咱来接纳已经离开小组远离神的这一些朋友，所以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第三呢，好的小组领袖是学习者，不是专家。有的小组长、区长，我一直讲，都是我在讲对不对？但是呢，他也是一面学一面成长。所以
在这个一面学一面成长的中间呢，他的知识也长进了，属灵的生命也长进了。还有小组长不一定永远有答案，也许他不一定有答案，但是不要表现的什么都懂啊。再来，好的小组长说话一定要平易近人 ，SPEAK， 他就是说，要鼓励人，或者是说哪边有需要的人，这个是小组必要做的，而不是拍拍脚。我们这个也有同工是拍拍脚，这个其实他基本的谈话，这个 SEAK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小组里面呢，大家应该是互相鼓励，而且为他，我需要为你做什么，这个是小组长领袖需要做的。而且好的小组的领袖呢，他也不一定每一件事情他都很顺心，他也有心里的话，心里的在家庭里面或者生活里面，他有一些问题，其实不要戴上面具，你卸下面具，才是生命才真正的转变。第六呢，好的小组领袖呢，他有梦想倍增。其实我们这种小组也是今年刚成立。那秀玲小组长他很愿意，这个也就是我们小组能够就是台北牧区这3位小组都非常的棒，他们都有这6项的特点。而且呢，我们教会嘛常讲有主餐，当然主餐真好，大家互相伫遮食饭交流真好，但是呢，咱也无脱福音，就失去这个小组的意义，而且来变做啥？基督徒的俱乐部。所以我们在吃、在喝、在一起玩，要记得我们小组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要传主的福音。所以小组也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是什么？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就是在小组。所以小组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我来分享一个我的生命的见证的故事。咱的常常去旅行，你的旅行中间，你就看出讲这个人的个性，你是基督徒的个性，还是和一般世俗人的个性是同款的。所以会当看出你的生活是不是有隐藏的真实一面。我不是要推销碰遇，你看这组碰遇里这组碰遇我是去成都佚佗，这个姊妹和先生要来参加小组，但是伊就邀请我去成都佚佗。我为什么会翕这场碰遇呢？因为阮厝那个茶几的造型，我觉得还不错，很适合我们家的那个一个位置。我就入去，就把这个沙发我就给翕起来，看起来，这个是都江堰的一家饭店，再来看后面这个图，这个沙发怎么有一个黑黑的？为什么这个原因？那一天张玉主任说：“你先这2张相片是要创啥？”我就讲。我在咧分享嘛，我总要分享这个故事我去伫都江堰的中间，迄个天气真热，我第2个穿无啥够，迄天我想讲足天才，我就甲迄个第2个这阿妈，这个迄个领甲用我清气，甲用吹风机甲吹我清气，结果我足笨蛋啦。把这个吹风机放伫我口，互恁看那个碰遇伊有2个角我就甲吊踮顶管，吹，怎落掉，怎掉变做烧一空。但是你口看头前你口看头前的中间，好来 ，OK， 小颗的是吧？来，后面没有人呐。好来 ，OK， 多一点到这里是碰遇有2个角，我就把迄个3块钱吊在顶管，结果伊嘛有一个靠垫对不对？结果伊怎削就怎烧一空。
下一看要怎办？我就较紧拼去楼骹，甲迄个营业员讲，我甲你小破一工，我将翕这张相片给看。我就讲啊，这个要赔多少钱？我就跟他讲这个要赔多少钱。他说这一组如果新的要1-2千人民币啦。我就甲讲安尼好，你问恁经理看要赔偌济，我就去哩啊。了，我9点半过落来，伊讲你还袂走哦，人也想安尼就当走去啊。你个想要赔偌济？你个问我赔，我大家拢走啊。其实我从这个地方，我们让你看见，其实刚才沙发的后面有一个靠背，我是会使甲炸起来，但是我要讲的这个代志就是讲，当我炸起来，就无代志啊咧，对不对？嘛免赔，赔啊呢，我就甲讲，我是这一行，我是内行的，你大概要换这个垫子大概多少钱？阿姨算算的讲，好啦，就300块，他就开了一个，我就叫他开一个300块的收据给我，证明我已经有赔你这个钱，但是他告诉我说，这个没有人会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呢，所以我是在讲，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隐藏的是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虽然。不能看，但是上帝看得见。我要告诉各位，上帝靠得见。所以说，在路加福音第8章17节，就是说，隐藏的是不会被显露出来的。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提醒，即使没有人看见，但主看见。他是那位伸冤的主，也是一位审判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什么委屈，我们可以有伸冤的主。如果我们可以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被警惕？因为他看见，所以隐藏接下去就是什么？假装没事。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但是不要假装没事。假装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假装就解决问题了吗？我们就不会真实去面对吗？假装就没事吗？就混过去了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隐藏的是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不要假装没事，因为他看见你难道可以骗得了上帝吗？所以我要分享台大教授张文亮一个专栏，他写得很好，这个也是我们同工互相勉励的。福事再多，绝对不能取代个人对罪的隐藏。我们一定要像彼得后书者这样，激发我们的诚实的心，激发我们是不是诚实面对。其实他在讲的是说，哥林多这个教会，我定了主意再去你们那里必须大家没有，因为哥林多当时的教会是有一些结党，有一些就是很不干净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纷争，而且在里面也有人自以为很有智慧，所以也有淫乱。所以哥林多的问题，不管他是的教会，让我们体会出，不管外表多么成功，多少人聚会，多少亮丽的节目，多少感人的口号，主耶稣一定停住脚步，不要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台语的。因你一切所做的，我拢有看；因的罪恶，在我的面前，拢未当隐瞒安怎？利未书16章17，咱搁读一届。因你一切所做的，我拢有看去；因的罪恶，在我的面前，拢未。所以利未书16章17节，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以上分享。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恁给选管，成做服侍的器具，
互阮有限的人服侍无限的上主。这是何等的稳定甲荣耀！恳求你洁净阮，求主的保护，亚坎迦南教会，求耶稣的保护洁净迦南教会。阮的生上有见证，互参与教会人得到上主你满满的福气，互阮圣洁服侍来荣耀你的圣名，互迦南教会成做圣洁荣耀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宝贵十架》。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宝贵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主，透过今天晚上台二区小组长们以及区长们的见证分享，好，让我们能够看见对不起，台三区台三区是台二区是上礼拜好的这个台三区的见证分享我们再次拍掌来谢谢台三区的区长还有小组长们的分享。那我们要一起来进入公祷。首先，我们要为世界社会、为世界国家和社会来代祷。首先我们为今天有从澳洲传出来的讯息，就是全世界遭受到这个间谍网络的攻击光澳洲一年就要损失80亿美元。那也特别指名道姓这个骇客组织从中国来的来走这个后门造成的这个国际之间的不安，求上帝能够使世界各国都能够开大门走大路，好像集会长老这么诚实能够该赔的就要赔弄坏了就要自己举手招认而不要停止这种间谍或是骇客的不法行为。第二，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献上感恩。萧美琴副总统上个礼拜在11月7号在欧洲的议会临时突然的现身，并且为台湾做公开的演讲。同时那天日本首相也提出台湾有事论虽然对于对岸来说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也看见在民主的阵线民主的联盟上面民主相挺的普世价值，也求主能够继续帮助台湾稳健走在民主的道路上面，以及让台湾的2300万的人民都能够来各尊民主的精神。第三，我们要为我们的社会来祷告。凤凰台风还没有登陆，已经造成苏澳跟万荣、花莲的大水灾那虽然降为这个热带气压，或是现在正在通过台湾当中，也求主保守台湾不受台风威胁。本来今天晚上祷告会是要取消结果我们可以在这边很顺利的来进行。那也是要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这段祷告要请洪满区长来带我们做公祷。
们同心为世界与社会来祷告，愿你的公义平安临到列国。主啊，我们把澳洲与世界各国放在你面前。当人心贪婪、权力争夺的时候，就兴起间谍以骇客的不法行动带来破坏与损失。求主施行公义，使黑暗的诡计无法得逞，让各国政府在真理跟诚信中建立互信与合作。愿你兴起敬畏你的领袖，使国与国之间开诚布公，走在光明的大道上。我们也感谢主，感谢主，让台湾能在民主的体制中前行，也让我们看见国际间彼此尊重与支持的价值。求你赐下智慧，给我国领袖在外交上有谦卑与坚定的心志，使台湾在动荡的局势中仍能安稳前行。也求主保守人民心中有敬畏、有理性，能遵行民主的精神与法治的原则，不被分化，不被恐惧左右。主啊，我们也为凤凰台风尚未登陆已带来灾害，我们恳求你怜悯这地，求你伸手拦阻风雨的迫害，使台风转弱，风浪止息，保守所有防灾与救援人员的平安。特别为苏澳镇与万荣乡的居民来祷告，求主医治受伤的心灵，供应重建所需，使他们在灾后经历你的信实与恩典，看见家园能够更美更坚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那我们的核心同工退休会，今年去年是到外到台北跟基隆来参观，还有办活动。今年我们是在整天在教会内来举行。也求主透过每位核心同工的服事，让全教会在5大功能，还有在总务、财务、行政上面都能够更加的均衡稳固，也能够更奠定迦南教会60周年60年来所累积的深厚的属灵根基。第二，我们也为本主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愿主也赐福在台湾神学院的师生都能够为主所用，也能够求主兴起更多的传道人来衔接。在这10年当中有400位的牧师要退休但是每一年毕业的神学生不到40位所以非常的大的落差求主能够来差遣更多的传道人能够来牧养主的群羊。第三，我们也为台山区的区长、小组长、组员以及其家庭来祷告，求主赏赐众人有美好的灵性，能够留下佳美的脚踪，也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能够高举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这段祷告邀请家珍组长来为我们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满有恩典与慈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宝座前，为你所爱的教会献上感恩与祈求。主啊，感谢你拣选并呼召每一位核心同工，愿你亲自同在，引导今年在教会内举行的退休会。求你借着祷告、敬拜与分享，更新每一位同工的心志，使我们同感一灵，在敬拜、服事、外展、装备、牧养、总务与财务各方面都能彼此配搭，均衡发展，建立稳固又合你心意的属灵根基，让教会成为荣耀你名的居所。主啊，你是差派工人的主，今天我们为台湾神学院与众师生向你献上代求，愿你大大的使用台神成为培育仆人的摇篮，使每一位学生都能领受清楚的呼召，被圣灵充满，真理扎根，将来成为牧养群羊
传扬福音的忠心仆人，也求您感动众教会在奉献上同心回应，让主的国度在这地不断的扩张。亲爱的主，我们也为台山区的区长、小组长、每一位组员及他们的家庭祷告，求你赐下属天的力量与智慧，让他们在生活中见证主的信实，在挑战中仍然持守信仰，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愿他们的脚中成为佳美的见证，他们的家庭充满主的平安与喜乐，使众人看见他们就看见主的荣耀。主啊，愿你的灵大大的运行在教会当中，使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直到你的荣耀充满全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最后来为我们的肢体来代祷。好，那有六位需要代祷是淑勋姐啊，在嘉陵小组。好，上周泌尿道感染住院。好，那在这个礼拜五即将出院，也求主看顾保守，以及在聘请这个外劳的看护上，好也能够顺利。第二位的邱宏长老，好，因为年纪大，好，那在桃园荣总医院的安宁病房，好，那也感谢主，好，在上一周有听说他又有进步，好，那也求主能够看顾邱宏长老，好，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平静，好，得到坚固，好，有主的在他身上来彰显上帝的大能。第三，也为着秀珠姐，好，那韦克长老的妈妈，好，来代祷，好，她的眼睛有黄斑部病变哦，跟血管积水接近破裂，甚至有失明的风险哦。在这个在下礼拜二要进行手术，那也求主能够看顾保守，好，手术都一切能够顺利，有主同在。第四，为着谚语好美秀的女儿来继续为她代祷，好，在这个礼拜四要做第一次的化疗，总共要做8次化疗跟25次的放疗，好，求主帮助同在，也能够早日战胜癌细胞，早日的康复。第五位淑美的哥哥邱生兄来代祷，好，在13号要来做心导管手术，要安装4支的支架，好，也求主看顾保守，一切都能够平安顺利来进行，好，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最后为上周有提到为子君组长来代祷，好，那他的行程好有稍微调整，从11月好，那要延到12月，也求主保守子君好在那边的工作，还有生活，还有服事，还有这个教会的这个灵命都能够有主同在。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为淑君姐、邱宏长老、秀珠姐、谚语好，跟淑美姐的哥哥邱生兄好，跟子君好，以及为着我们自己个人，或是我们小组当中，或是我们家人当中需要代祷的肢体，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起来祝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暗时我同个基督会，我当伫遮做会主席，为着淑君姐，求上帝你来看顾保守伊这顶礼拜五带伊，甲这礼拜五要出院。保守伊会当身体臃肿，伊要聘请的看护会当真顺遂。甲为着树王长老来祈祷，愿上帝继续伫树王长老的身上来做工，也当显出上帝你的大快乐。有主要所有保回来抓查，互伊完全无烦恼，也无拄着恶担等的事。也看过秀珠姐，伊的目睭黄斑部病变，后礼拜二要来手术的过程安排，都会当真顺遂，也当互伊这个目睭看了清楚。也会当有上帝你甲伊做伴，也为着谚语姐妹也化疗放疗，求主你也甲伊同在，伫咧这个拜四要开始来做这的化疗，也求主你给天快乐，甲淑美哥哥江秋生弟兄，也求主你来看顾伊，互伊心中要到这的支架，拢会当真好势，以及为着子君组长来祝福，也祝福伊要出国的这的工课的计划，一切拢
拢真顺遂。主愿将阮所有的肢体，也将阮家己，是甚至阮的厝内底的人，小组的这兄弟姊妹因辛苦所拄着的，也是生活中间所拄着这一切事，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头前。愿主上帝听阮伫这个所在所献的祈祷，无论阮是伫现场，也是伫线顶，也是阮伫倒落，拢求上帝用你专业的手来扶持帮助，也好阮今日你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伫耶和华的山顶有陪伴。愿主你的大气力甲阮同在，阮安尼献上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一首会后的诗歌。好喜欢与你在一起，我们一起拍掌来唱。谢你对我说，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再次说，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到这里结束。好，我们彼此请安。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